这首歌是我找马斯卡一起合作的歌。那马斯卡呢，第一最近在拍戏没空，第二很贵，所以今天没办法来。那我需要大家，这样好了，我需要大家帮我做2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我们来分边好了，中间切一半，这边这样，你们同桌嘛切一半，这样这边帮我当1，这边是2，1你们要负责的4个水果的名字：lemon、banana、lingo、banana。节奏是这样，lemon、banana、lingo、banana。我们试一次1、2、3、go。lemon、banana、lingo、banana。banana 要强拍哦。那是一个高级的音乐水准，好不好？lingo banana， 吧要抢拍，好，再是1、2、3 go，lingo banana。这边比较简单一点点，因为心里面常常会看很多人北宋，你不能砍它，可是你可以砍巴拉。这边是叮啦，一起砍巴啦。好，不能砍人可以砍拔蜡，砍也是要抢拍的哦。我们试试看，1、2、3 go， 拎啦，一起砍拔啦。这边的水准比较好，这边的领悟力、艺术水准比较高。这边比较简单是，这边既要记4个水果比较难，对不对？lemon、banana、lingo、banana。好，这边拎啦一起。砍巴拉，等一下呢，我指1的时候，这边就要帮我喊出lemon、lingo、banana，直到2的时候，这边就要帮我拎啦，一起砍吧。会了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演唱过这首歌，我也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然后。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写歌的时候喜欢喝一点。我这张专辑大概喝掉20瓶 whisky， 前后大概喝掉20瓶，光这一首大概就喝了2瓶半。这首歌歌词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祝福大家喝得开心，拎啦。我们没有唱过这首歌，有点 iPad 有点紧张。iPad 你还好吗？iPad 缺少是不是？请再一下你。我们今天这个现场一直有一个人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们一直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，那是小友，他在2楼的控台，他除了今天要做音控之外，他还要唱和声，还要打灯光，就无用诶，伊是有那几份薪水。你拢自愿的，嘉禾。能者多劳。什么？能者多劳。能者多劳，这句非常情勒。我最讨厌听到人家跟我讲，哎呀，就拜托你一下你就能者多劳我这代志是免领钱的。OK 吗？一段的生活的嘴甲马塞，请你做好准备，一不小心太多杯，掉心会喝醉，哭着没有人陪。拎啦，公家的头上，拎啦，是要做到你真正有这多烦恼，咱都爱放轻松的。有时候想得太美，没什么能够绝对的。免干好嘴，
袂当变做谁啦？林啦，我小姓林啦。谁啦，会甲你做谁啦？无只有你，你若醉，你若醉，我说莫感觉着出奇。就是你说简单的开心歌，不要吓坏了我唱的歌。不想本来就是一场假设，让人我看谁要怎么选择。哎呦，哪会这个囡仔？哎呦，都是家己的啦。天亮 everyday 放松，天亮到的夜，即马要重新开始，我甲你做朋友啦。害怕我会晒黑，却怕自己会先醉。我想你也妥协，不愿看你的顺眼。林啊，公家在咧创啥？林啊，是要吹打你啦。人生有这多烦恼，咱就爱放轻松的。有时候想得太美，没什么能够绝对的。连眼头吹一个好大啦。全部做了不学会，金呀滚滚，一回又一回。林啊，大家做伙林啊。林啊，会个起来林啊。你是干嘛啦？林啊，大家做伙林啊。林啊，会个起来林啊。我觉得高雄的音乐素质不错嘞。我是基隆来的。你基隆来的是吧？好了，既然拎了，那就拎了，拎了。